来关心英国的乐团 Coldplay， 即马正在举办亚洲的巡回演出，进前伫咱台湾已经演出煞，即马会走去印尼演出进前，伫印尼是有穆斯林的团体来示威抗议。那因伫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嘛，因为 Coldplay 因支持 LGBT 的立场，即马引起当地宗教团体反对，嘛要求爱取消演出。也毋过因的首相安华是表示，政府无理由叫因袂使举办演唱会。穿简单的雨衫伫中国排队，就算在落雨。这 Coldplay 乐团买种的热情是一点嘛无受影响。英国天团 Coldplay 亚洲巡演，22时来到吉隆坡，真侪个买 fans 是期待要看因精彩的演出。Lagu-lagunya semua menceritakan tentang kehidupan, love, humanity. Memang best lah lagu Coldplay. Coldplay 乐团的巡演顶一站是来到印尼的雅加达，但是开始像进前却拄到反 LGBT 穆斯林团体的示威抗议，交通塌掉，佮爆发警民冲突。Kami sebagai Muslim, sebagai warga Indonesia, rakyat Indonesia harus berupaya melakukan penolakan, pembatalan konser musik Coldplay yang sangat kental dengan LGBT. Coldplay 伫吉隆坡开演唱会，虽然受到 fans 真热情的收听，强调无希望音乐和政治牵做伙，但是大马宗教师协会本地是伫19要求讲要取消 Coldplay 伫大马的演出，认为讲这种享乐主义的活动已经违背大马当地的道德规范。不过大马首相安华对这讲，政府是无理由阻止因开演唱会。大马地方政府发展部部长嘛讲，欢迎 Coldplay 这艺人来大马演出，帮助经济发展。公司新闻江文编译。